全新樓，哦，光猛舒服，規規矩矩，有返個廚房，有露台，有海，喂，睇埋洗手間，都 OK 啊，夠晒大，夠舒服，又有窗。再望下個廳，夠闊啦，可以擠 L sofa。飯廳細細地，因為佢做咗個櫃。睇第一間房，衣櫃位啦，對出邊望返出嚟，成個廳不同嘅角度，哇，好舒服。再望下呢間多功能房。有衣櫃，之後先喺門口入嚟，一左一右廚房廁所。我哋再望下另一間房啦，佢升高咗，有收納，又有梳妝台喎，咁大片衣櫃，哇！對住成片海，正，開陽光猛，要睇樓聯絡我。真係好靚，睇多下先。哇！坐喺度你就望呢個信圖嗰度，油田會碼頭。